再来看叙利亚反抗军沙姆解放组织发动攻击，短短2礼拜的占领首都大马士革。反抗军的领袖乔拉尼伫初八伫奥米亚的大清真寺庆祝。专家嘛指出讲，阿萨德政权已经统治叙利亚54天了，伫12天内政权就封杀掉，上主要是因为政府无能、人民不满，佮加上目前罗西亚甲伊朗拢在小战，无法度来协助。 接受民众热情欢呼，叙利亚反抗军沙姆解放组织领袖乔拉尼，初八伫有指标意义的奥米亚大清真寺，以本名下拉发表演说的时指出，这是一场历史性的胜利。هذا النصر يا اخواني تاريخ جديد للامه الاسلاميه باكملها. هذا النصر يا اخواني تاريخ جديد للمنطقه. 沙姆解放组织虽然和西方政府宣布是恐怖组织，也毋过多年来一直想要改变形象。初八反抗军攻入首都大马士革，道路出现民众有人骑阿拉伯之春起义时的革命旗啊庆祝。专家分析，统治叙利亚54年阿萨德政权，短短12天内就封杀掉，主要原因有政府无能、失去民心，加上罗西亚甲伊朗分别因为罗俄战争、甲以色列打击真主党、甲叙利亚境内几啊个伊朗驻军，和两国对叙利亚军援力度减弱。 It has these implications for sure. On the short term, Iran and Russia have been weakened because Assad has been their, main ally in Syria for decades. That is certain. 而且因为反抗军推进速度紧，国际强权也未覆盖入阿萨德政权，就已经封杀到。根据路透社报道，反抗军大约6个月前就已经向土耳其通报这摆袭击机会，也认为得到稳准。大马士革市区民众杀到阿萨德当上庆祝，总统府甲阿萨德的住所拢遭抢劫。50 سنة من الظلم والإهانة والفقر وقطع الكهرباء والمي وما رح زيد أكثر من هيك. الحمد لله بعد 50 سنة قدرنا نشيل عائلة الأسد من الحكم وإن شاء الله سوريا نحو الديمقراطية. 反抗军发声明指出，大马士革为下昼4点开始实施宵禁到加顿港的透早5点。同一个时间，以色列军方也对叙利亚戈兰高地非军事化缓冲区内5个城镇实施宵禁，要求民众唔通外出。广视新闻邓伟林编译。